呢個故事發生喺大約15年前嘅夏天。嗰晚午夜，和合石墳場就好似平日咁一片死寂，靜英英。不過今晚有一個人出現，呢個人叫做張南，係一個35歲嘅中年人。張南揸住電筒喺密密麻麻嘅霧之間搜索，另一隻手揸住一個鋤頭，個身孭住一個旅行袋，個旅行袋震下震下咁，好似裏邊擺咗個小動物，仲隱隱約約有小動物嘅悲鳴聲傳咗出嚟。張南逐個墓咁揾，過咗一陣，就喺其中一個墓面前停低。喺微弱嘅光線之中咧，可以見到係一個妙齡少女嘅墓。墓碑上嘅少女眉清目秀，生於1986年11月4日，終於2010年12月8日。死咗都未夠3個月，一個生得咁靚嘅女仔，好難想象佢會咁薄命。張南有啲唏噓咁嘆咗口氣。呢個時候個天開始落雨，張南用個鋤頭去掘墓，佢顯然唔係好熟手，掘咗好耐先至掘開個墓，就見到個棺材。佢用鋤頭一嘢一嘢咁鋤落個棺材蓋度，冇幾耐就鑿咗個大窿出嚟，見到裏邊嘅屍體。嗱，呢個屍體嘅皮肉已經剝落，係半骨半肉嘅一條腐屍，一陣惡臭攻鼻。張南喺旅行袋度抄咗一隻小動物出嚟，係一隻啱啱出世嘅黑色狗仔。隻狗仔喺度悲鳴起勢掙扎。張南喺狗仔條頸度戒咗一刀，一刀又一刀。隻黑狗吠咗幾聲就冇再掙扎啦。啲狗血係咁叭叭聲流落去嗰條屍度，條腐屍好快就變成紅色，然後又變成紫黑色。呢個時候雨越落越大，啲雨天仇地慘咁打落張南個身度。張南打咗個冷震，將隻狗仔掟落個棺材度，再劈低個鋤頭，轉身就走，好快就消失喺夜色之中。張南其實係一個神功師傅，佢嘅家數好雜啊。除咗六壬呢，早年又跟過一大馬一個巫師學巫術，識得落降頭。不過佢怕報應啊，只係同人解降而唔會落降頭去害人。尤其是呢幾年呢，佢嘅興趣有啲轉移，佢對術數發生咗興趣，特別對掌相呢有啲心得。佢將掌相當做一門學術咁去鑽研。近呢一年，佢鑽研究睇人嘅壽數。佢發覺有啲人呢，明明具備咗短壽嘅相格，偏偏就好長命；有啲人呢，明明具備長壽嘅相格，偏偏又好短命。究竟乜嘢人長命，乜嘢人短命？佢決心要揾個真相出嚟。佢開始去行墳場睇人啲墓，咁墓碑上邊呢都有死者嘅生死啊、年月日啊咁樣樣噶嘛。佢將死者嘅壽數呢同埋相格夾埋參考，話唔定咧就可以發現一啲蛛絲馬跡。有一日，距離佢去掘墓之前嘅大半年，佢喺和合石搜索，開始有啲心得。更加令佢驚喜嘅就係佢發現咗陳鳳嘅墓。嗱，陳鳳係邊個呢？陳鳳係一個半紅不黑嘅電視藝員，演技只係一般，但樣貌身材都相當好，尤其是一對桃花眼，眨下眨下咁殺得死人。張南對陳鳳咧好痴迷啊！但凡陳鳳演嘅電視劇，冇所謂好壞，只要有陳鳳出場就係好睇。只要冇陳鳳出場呢，就係唔好睇。只可惜紅顏薄命，出道2年就病死咗啦。而家張南企喺陳鳳個墓前面，仔細睇陳鳳嘅相格，越睇越唔明。陳鳳嘅相無疑係有啲桃花劫，但係絕對唔係短命種。究竟發生咗乜嘢事？係自己睇相嘅功力唔夠啊，定陳鳳作咗乜嘢業呢？張南帶住呢個疑團翻屋企，呢晚佢覺得反常咁攰，飯都冇食就瞓着咗。估唔到佢竟然發夢見到陳鳳。陳鳳嘅面色好蒼白，但係佢嘅五官咧依然好似生前咁充滿咗誘惑，佢嘅眼神仍然充滿桃花。佢話：張南，你係咪好好奇我點解咁早死呢？
我可以話你知，我其實有80歲命，不過我跟咗個有錢佬，個有錢佬個老婆落我降頭，我係受盡折磨咁病死嘅。呢件事係我自己衰，但係佢唔應該攞我條命。張南，你係咪好中意我噶？張南喘咗口氣，佢有啲震驚，但係佢好快咧就俾陳鳳嘅美色所迷惑。乜嘢叫做色膽包天呢？就係呢啲。佢走上去想攬住陳鳳，陳鳳閃開咗。佢話：如果你真係中意我，請你幫我報仇。我知你識落降頭，呢個女人落降頭害我，佢嘅果報應該就係俾降頭害死。我可以嫁俾你，你去做一場冥婚嘅儀式，我就係你老婆。我可以晚晚嚟服侍你，你對我點都得。不過我只能夠喺呢個夢度同你見面。但係嗰種感受係真實嘅，佢唔係夢。如果你唔信，我可以俾你感受下。陳鳳走過嚟喺張南膊頭咬咗一啖，一瞬間張南覺得實實在在嘅痛。陳鳳跟住就一陣風咁消失咗。呢個時候張南醒翻，佢剝咗件衫檢查個膊頭，就見到一個清晰嘅牙齒印，仲有一種火辣辣嘅刺痛。張南個身係咁啪啪聲咁跳起上嚟，諗起以後可以晚晚同陳鳳親熱，佢就生理衝動起上嚟，要手淫2次先至可以平息。第二晚，陳鳳又喺張南個夢境出現，佢問張南考慮成點，張南就拍心口話自己願意做呢件事。佢講完又想上去攬住陳鳳，陳鳳話：你而家仲未可以掂我，你同我殺咗個女人，再做咗冥婚，我哋先至係真正嘅夫妻。你要殺嘅人叫做林娟娟，佢老公就係嗰個成日投資拍電影嘅李寶成。當然呢件事唔易做，但係如果你真係愛我，冇嘢難得到你。陳鳳講完又走過嚟喺張南塊面錫咗一啖，然後又一陣風咁消失咗。張南醒翻，佢走去照鏡，就見到塊面有一個清晰嘅唇印，佢仲可以 feel 到一陣火辣辣嘅感覺，個心就噼啪噼啪咁跳起上嚟。第二日，張南上網收集李寶成嘅資料，李寶成開咗一間電影公司，張南去跟蹤李寶成呢，就發現咗林娟娟啦。林娟娟大約40幾歲，係一個打扮時髦、風韻猶存嘅女人。要殺一個林娟娟咁高質嘅女人有啲可惜，不過林娟娟係抵死嘅。何況呢件事關乎佢張南自己嘅人生，佢同陳鳳唔會一生一世，但係至少喺目前啊，就係佢人生最大嘅幸福。佢無可避免一定要做呢件事噶啦。經過幾日嘅跟蹤，張南發現林娟娟無疑就係一個寂寞嘅女人，佢甚少出門。唯一嘅活動咧，就係每個禮拜1次去學唱粵曲。張南喺粵曲中心門口偷偷影咗林娟娟嘅相。嗱，因為落降頭咧，需要對方貼心嘅衫褲或者頭髮指甲，呢啲張南都攞唔到啊。但係佢仲有一個方法，就係影相。呢個黃昏，張南念咒落阿林娟娟降頭。嗱，佢念咗咒之後嘅1個禮拜之後咧，林娟娟揸車去唱粵曲，呢條路中間要經過一個山坡。林娟娟揸車經過山坡嘅時候，忽然覺得天旋地轉，成架車鏟咗落山，嘣一聲着火。到消防嚟嘅時候，林娟娟已經燒成焦炭。跟住落嚟嘅日子，陳鳳又出現喺張南嘅夢中，佢話咗自己嘅八字俾張南知。叫張南去深水埗揾一個叫做兩姑嘅神婆。張南去揾兩姑做咗一場冥婚儀式，就開始過幸福嘅婚姻生活啦。嗱，雖然佢娶嘅係一個鬼妻，但係呢個鬼妻係佢痴心一片嘅女神，係鬼又佢同陳鳳陷入咗熱戀。每晚陳鳳都會嚟喺佢嘅夢中見面，佢哋唔係每一次都上床，更多時係心靈上嘅溝通。場景每晚都唔同，有時係手拖手喺海邊散步，又有時候係一條風光明媚嘅長路講心事。
不過佢哋永遠唔會一齊食飯，墮入軌道嘅眾生只能夠捱餓，食物一放落口就會嘭一聲化成一團火，燒成灰。其實佢哋喺埋一齊注定係一場悲劇，軌道眾生不配擁有咁嘅福報嘅。張南同佢長期喺埋一齊又會消耗元氣，元氣耗盡就會死。佢哋分手呢，似乎遲早成為定局嘅。但係張南並唔想分手，佢嘅人生如果冇咗陳鳳係不幸嘅。佢已經試過熱戀嘅甜蜜，冇辦法翻轉頭啦。有一晚，陳鳳好認真咁同佢講：如果你冇咗我唔得，你有冇諗過落嚟同我喺埋一齊啊？我哋係正式行過禮嘅夫妻，我哋係可以喺埋一齊嘅噃。張南並冇即刻應承，佢怕死。但係佢嘅人生如果冇咗陳鳳，佢嘅生命又有乜嘢價值？於是佢應承咗，佢任由自己慢慢變得好虛弱，佢好平靜咁準備迎接自己嘅來生。但係六道輪迴注定咗眾生嘅福報，軌道眾生注定係唔會擁有愛情嘅幸福嘅。張南呢一年桃花入命，佢遇到一個令佢傾心嘅女人。嗱，呢個女人叫做雪蓮，細佢15年嘅。雪蓮呢就好似佢個名咁清秀，但係佢有血癌，醫生話佢只得半年命。既然正常嘅醫術醫佢唔到，佢聽人講練神功可以保命防身，就想試下。有人介紹佢嚟揾張南。嗱，張南呢並冇承諾一定醫得好，不過佢願意試下。佢睇雪蓮個相呢，福好薄，係短命相。但係人嘅壽數好難講嘅，好多算命嘅人都唔敢鐵口批人壽數嘅，所以唔係唔可以試下用神功嚟救雪蓮。依神功嘅規矩，雪蓮要拜神7日嚟培養童身，然後呢，張南先至可以過法俾佢。張南嘅弟子有好多嘅，每日監管呢都有好多人出入。雪蓮係好內向嘅人，佢好夜先至嚟拜神，呢個時候好清靜。佢可以唔使同人傾偈，兩個人就咁晚晚孤男寡女咁相處，感情咧就咁慢慢滋生起上嚟啦。張南同每個男人一樣咁容易變心。雪蓮品性純良，雖然唔算好靚，但係有一種清秀嘅氣質，令到佢迷戀。雪蓮亦唔介意張南咧生得醜，兩個人喺7日之中咧就建立咗一種深厚嘅感情。張南對陳鳳嘅熱情就慢慢轉移到去雪蓮度，不過雪蓮似乎冇咩起色，人越嚟越憔悴，半年嘅大限越嚟越近，神功似乎冇辦法抗拒天意。喺呢段日子，張南同陳鳳仍然喺夢中見面。有一晚，陳鳳警告張南唔好同雪蓮一齊，佢同張南係行過禮夾過八字嘅夫妻，佢唔會同張南分手。張南冇講嘢，佢個心好亂，佢喺度諗另一件事。呢件事佢有啲猶豫，不過佢好快就決定咗。呢一晚，張南上咗一炷香，誠心禱告，佢向上天請求陽壽5年俾雪蓮。佢上嗰炷香一直喺度燒，完全冇停過，啲煙一直直線咁向上升。佢知道上天已經答應咗佢嘅請求。由第2日開始，雪蓮嘅面色就由蒼白變翻紅潤，心境亦都開朗咗。張南就同陳鳳攤牌，佢愛上咗雪蓮，何況佢人鬼殊途啦，大家佢哋係注定唔可以喺埋一齊嘅。陳鳳冷笑，佢話如果張南繼續同雪蓮喺埋一齊，雪蓮遲早冇命。陳鳳講完又消失咗。張南醒咗之後內心交戰咗好耐，佢決定咗做一件事，佢去買咗一隻黑狗仔翻嚟。黑狗血係專治呢啲冤魂嘅，將黑狗血潑落鬼魂嘅屍身，就可以將鬼魂打到魂飛魄散。呢一招好毒辣，但係佢太愛雪蓮，唯有行呢一步。於是有一晚，佢就去掘開陳鳳個墓，出現咗呢個故事開頭嘅一幕啦。跟住落嚟嘅日子，張南同雪蓮就好到如膠似漆。
但係呢種咁甜蜜嘅日子竟然令佢痛苦，越幸福就越痛苦。佢同雪蓮係注定唔可能夠白頭偕老嘅。世上有乜嘢感情比只有5年更加痛苦呢？呢種折磨持續咗5年，5年後雪蓮血癌再度發作，好快就走咗。張南好似鬆咗一口氣，但係鬆咗口氣並冇令佢開心起上嚟。佢成世人從來未試過咁孤寂，於是佢嘅報應嚟啦。嗱，有一晚佢百無聊賴咁喺條街度逛，嗰陣已經好夜，條街好僻靜。佢突然聽到好細聲嘅狗吠，與其話狗吠，倒不如話係小動物嘅悲鳴。佢望到喺條橫巷嘅溝渠邊，有一隻小黑狗用一種楚楚可憐嘅神色望住佢。呢個時候個天忽然落雨，越落越大，大雨天仇地慘咁揼落小黑狗嘅身度，小黑狗就失縮埋一嚿，仲全身打晒冷震。張南忽然諗起6年前嗰個灑狗血嘅夜晚，而家眼前呢隻黑狗仔同當年隻黑狗仔完全一模一樣，亦係同樣嘅悲鳴同抽搐。張南忽然有啲醒悟啊！呢隻黑狗仔係咪就係當年嗰隻黑狗仔嘅輪迴轉世呢？係咪命中注定佢要喺呢度撞到呢隻黑狗仔？係咪注定佢要收養佢嚟服侍佢一生一世呢？張南小心翼翼咁行埋去，隻狗仔就上嚟挨住佢喺佢個腳嗰度咧，就詐嬌。張南抱起佢，好似抱起一個失散咗好耐嘅親人。佢忽然覺得以後自己可以同呢隻黑狗仔相依為命。從呢晚開始，張南收養咗呢隻狗仔，佢將佢個名改咗叫做小黑。咁張南嘅生活咧變得充實。除咗做嘢，佢又同小黑喺埋一齊，餵佢食嘢，同佢沖涼，帶佢去散步，甚至同佢一齊瞓覺。小黑亦對張南特別依戀，佢分分鐘都要黐住張南。就係咁，小黑同張南咧建立咗父子一樣嘅感情。時間過咗2年，小黑特別快高長大，只係2年嘅時間咧，佢已經大到有半個人咁高。張南已經當咗小黑係最親嘅親人，佢甚至冇諗過要去揾另一段感情。佢成日諗女人同小黑之間佢會揀邊個，佢諗到頭痛，最後得出一個結果，佢會揀小黑。但係世間輪迴係有一定法則嘅，張南係注定要俾小黑咬死嘅。呢一年夏天，張南帶埋小黑去四川拜會一個高僧。因為張南嘅八字咧今年出現一個劫數啊，希望高僧可以幫佢化解。高僧嘅態度咧好奇怪，佢拒絕收張南呢個徒弟，不過佢送咗一個觀音像俾張南，希望張南拜觀音可以逃出自己嘅劫數。呢一日，張南抱住個觀音像返酒店，佢決定由呢一日開始齋戒唔食肉。佢沖咗個涼，將自己淨身。然後就打坐念起觀音心咒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。突然個天打咗個雷，開始落雨，雨越落越大。小黑忽然向住個觀音像吠起上嚟，佢越吠越大聲。張南喝佢都唔停，佢越嚟越激動啦，吠得佢忽然撲上去用牙咬個觀音像，個觀音像咧就跌咗落嚟裂開咗。張南激動到不得了，起身兜頭咁刮咗小黑一巴，小黑撲上去就咬住張南個喉嚨，越咬越出力，任張南點樣掙扎都冇用，喉嚨好快就裂開，啲血好似噴泉咁射出嚟。喺張南斷氣之前，當年掘墓嗰一幕又喺佢眼前出現啦，佢仲好似聽到當年小黑狗垂死掙扎嘅悲鳴，於是張南放棄咗掙扎。佢接受自己嘅果報，平靜咁直至斷氣為止。